長壽最大關鍵就係通大便啦，記好兩味草本保水飲，幫你通便、通腸、通全身啊！有便秘嘅人對身體狀態同埋健康咧都有好大影響噶。中醫就講啦，想壽命長就要保持大便通暢，腸道要夠力，人體嘅排毒功能先至正常啊！咁依家好多人咧，佢周身各樣嘅小毛病，背後都係便秘喺度搞鬼啊！我哋身體每日都會不停產生垃圾嘅，而排垃圾嘅主要通道就係腸道啦。腸道唔通嘅話，大便就排唔出去，毒素垃圾一直堆喺身體入邊，時間一長咧，各樣毛病咧就揾上門噶啦。所以話想身體健健康康咧，就一定要大便通暢。想大便通暢，就一定要識得呢樣嘢啦。今日我教大家點用呢個好嘢，好多用過嘅人都講啊，食咗之後排得好順暢噶，成個人都通透晒。咁呢個好嘢咧，屋企老人家同埋細路哥亦都通通用得，但係90%嘅人都唔知啊。你屙屎屙冇出咧，根本係冇需要亂食藥嘅，畢竟是藥三分毒，亦都唔使亂食酸奶、香蕉、火龍果或者用開塞露嘅。但係呢啲咧，通通都係治標不治本方法，根本冇能夠從根源上面去改善啊！方法冇啱嘅話，再努力都白費嘅。我教你呢個方法咧，佢簡單又實用。無論你係咩原因屙冇出咧，若無論你係便秘2年、5年，甚至10年緊，都可以用佢搞掂啊！醫院同埋藥店咧，佢未必會主動推薦呢樣嘢俾你。因為利潤實在太低啦，但係好多醫生護士咧，佢哋自己就會偷偷咁用。好多人都冇知道便秘嘅原因係咩？有人講係飲水太少啦，有人講係食太多熱氣嘢啦，有人講係食太少膳食纖維啦。今日我就話俾你哋知，有便秘嘅根源咧，其實你自己一拖再拖，冇及時注意身體啊，整出個信號啊。如果你平時有以下呢啲情況嘅話，就係身體發出信號，你一定要重視啊，即刻上身，及時去調理。比如話你成日肚子癢氣嘅，屙屁又多又臭嘅，3、5日甚至10日8日先屙一次，面上開始出現斑斑點點，而有呢啲情況咧，你千祈唔好拖啦。如果唔係嘅話，垃圾同埋毒素啊，一直堆喺身體入邊，佢排唔出去，個身體機能咧就會受到好大影響，咁就真係對健康咧好冇利噶。等到問題變得嚴重嘅話，就後悔都冇用噶啦。我呢個方法已經幫到好多人改善便秘嘅麻煩啦，好多人用咗之後咧都翻嚟多謝我。佢哋之前啊試盡偏方，又食咗好多嗰啲小片片、小丸丸。從來都冇諗過可以從根源上面去改善呢個便秘嘅問題。咁如果你都有屙屎屙冇出嘅困擾，又解決唔到嘅話，就用你發財嘅小手幫我點讚收藏，仲可以轉發俾你身邊有便秘嘅朋友。你啊只需要準備火麻仁、桑葚、大麥、荷葉、甘草、紅玫瑰、山楂、粟米酥、決明子、萊菔子、牛蒡根、菊花呢幾樣嘢，你搭配埋一齊，3碗水煲成2碗，直接飲就得噶啦。佢就係古籍上邊鼎鼎有名嘅火麻仁通暢茶。亦都係所有便秘人都喺度揾嘅通腸好嘢啊！佢實用又抵食，情況嚴重嘅話就1日飲一次，唔係好嚴重嘅話就2、3日一次。好多人飲完之後，第二日起身咧都話排得好順暢啊，成個人從上到下都通透晒啊！咁如果你唔識搭配又唔知道比例，就去買我呢種提前搭配好嘅免煮茶包啊！佢真材實料有保證，係獨立包裝嚟嘅，每次就拎一包沖嚟飲就得噶啦，簡單又方便。有需要嘅朋友咧就點擊個視頻左下個鏈接，小黃車落單啦！我同商家申請咗專屬優惠價噶啦，名額冇幾多咋，大家快手落單啦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啦。